影片上传没有成功就会有草稿。道统名师，道统是64代道统名师像之一、之二、之三啊。那这个之三没有上传成功哦，没有注意到了，就是这个草稿，这个就是之三了。你看03了，一贯道64代道统名师像神瑞天台山提供03，这个本来应该排在第2的后面，结果因为没有成功哦，没有注意到啊，还不晓得要把它送上去，所以都要检查，按选取，不是取消哦，不是哦，我再按下去就删掉了，不行不行，退回去，不能按选取哦，只能按左边播放键，只能按左边的图那边按下去，就按下一步，到底有没有那个字幕啊？有没有字幕？也有这些字啊，有这个标题还会在影片的左下方，影片画面左下方。